你欺负你？莫讲我欺负佢，我打摆就讲我欺负佢，天生我欺负佢哈，我咁有阿无讲你讲。你摆就系无讲道理了。你看啦，我是讲欺负卡哦，无干无啥都无聊，真系去严复上班你咧。嘛咁无聊。你话哪有无讲理啊？又系无讲理了。去盐府上班。啊，佢阿朝向我打電話來講，我轉人元素唔啦，咁意思的嘛？啊話就很意思啊，就佢講做得正常時間上下班天。冇跟住阿朝陽，冇跟住阿朝陽。辦公室那個家屬，啱啱講睇啦，就那家屬啊，一條那個天數那個嘛個，看見對馬需要，很意思。佢我因為我講你啊。佢拄好係唔講嘅了，我冇拄好了，萬一冇頭冇扛，我冇做冇扛，跌到我個神了。我冇按衰。你就有按衰了。我知道要講我知㗎。唔要顧啊，唔要顧掌櫃了。我冇上當嘅都冇卡啲都啊，彈彈隆隆隆隆我佢上啊。唔係話爽啊，冇聽我冇了。你看到冇？含電啊，熒光幕太長啊，這才有。然后充满爱的争执，俩就坐在起卡處理嘛。那以下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哟，你全部都做好的哦，我都做張錯了。佢哦，你從邊嘢懂含水咩？我來做來啦哈，還以為你會送禮物。嘛該咯。等我。錄到位啦，來，錄到位啦，做乜該弄嚟煮就好位。哎呀，調。來，坐在那。小乖，情人節快樂啊！你想去我錢，蠻好受呢，就得好了，唔好食的本事，應該還食得呢。哎，坐了去了。我去上班是沒為了錢哦。那是想講走得出去，慢慢行啊，搞到朋友啊，電視上有講一個，什麼人冇扣到副卡，讓我扣快啲，出去做些心情才會較開揚。唔是這樣哦，你看那邊較好呀，我去個行路，我去個做很多東西，有強嘛，然後來強我爸爸，唔是這樣做。你看我邊個找人呢？我喊我煮的，來，去了。講理，講理，講理。講理，講理，講理。亞件事情聽錯愛去尋佢講理，兩啥當面講清楚。亞件事情聽錯愛去尋佢講理，兩啥當面講清楚。亞件事情聽錯愛去尋佢講理，兩啥當面講清楚。這件事情一定要找他講理，兩個人當面說清楚。這件事情一定要找他講理，兩個人當面說清楚。這件事情一定要找他講理，兩個人當面說清楚。冇吉冇殺，冇吉冇殺，冇吉冇殺。不知如何是好，無可奈何。不知如何是好，無可奈何。不知如何是好，無可奈何。阿 Q 退休過後冇事做，偷嘢啲貨卡冇吉冇殺。